毅力疫苗小百科。哇！最近又有腦膜炎雙球菌嘅個案啊！最近幾個月嘅感染個案，由幾個月大嘅 BB 到90歲嘅婆婆都有添啊！係喎，係時候帶阿 B 女去打腦膜炎雙球菌針啦！大家知唔知咩係腦膜炎雙球菌感染呢？其實腦膜炎雙球菌係一種由細菌引致嘅疾病，而疾病主要由其中6種血清群 A、B、C、W、X 同埋 Y 型引起。喺香港，當中有50% 患者都係感染 B 型腦膜炎雙球菌㗎，而呢個病主要經由飛沫傳播，包括咳嗽或者打乞嗤，甚至同患者緊密接觸都有機會傳播。千祈唔好睇小呢個病啊！一旦感染，病情可以惡化得好快，甚至24小時內死亡。患者當中有10% 嘅人有機會死亡，20% 嘅病人會有嚴重嘅後遺症，當中包括神經系統受損、癲癇、截肢，甚至影響智力、失聰或者失明等等。腦膜炎雙球菌感染初頭症狀同感冒十分相似，父母有時好難察覺到，首4至8小時會出現發燒、頭痛、食慾不振等情形，之後12至24小時內有機會出現腦膜炎嘅症狀，例如頭痛、頸緊、怕光以及神志不清或者抽搐嘅現象。預防勝於治療，要預防呢個病，保持個人嘅衛生好緊要，一定要勤洗手，注重身體健康，抵抗力好啲，病痛都少啲。仲有最重要，當然係接種預防疫苗啦。現時雖然未有單一疫苗可以預防所有常見嘅腦膜炎雙球菌感染，不過市場上已經有預防 ACWY 型嘅結合疫苗，同埋最新嘅 B 型疫苗推出，最早可以喺出世後6星期接種。喺香港，每年感染腦膜炎雙球菌嘅個案雖然唔多，但都有上升嘅趨勢，所以家長可以考慮為子女接種腦膜炎雙球菌疫苗。想了解多啲，記得問醫生啦。詳情可以向醫護人員查詢。